台鐵今仔透早佇苗栗造橋線做工程，所有一台怪手秉佇個鐵基路地蘇德南到苗栗西正線來停駛，是到甲下晡2:40分才搶修好勢。一台青色怪手90度攤起倒佇鐵基路，槍刀掛佇邊仔，為空中看落來，事故地點下骹佫換進南港溪，看起來真危險。台鐵公司幹部單位18透早4點外，佇苗栗縣造橋鄉線進行引護工程，修剪樹尾時陣無細意雪冰車，造成德南到苗栗西正線停開。怪頭就翻掉啊，它是單台的，單人的，它就請讓大家吊出來哈，去吊。吊了差不多11點到12點還在吊。這件車要11分開車，各位客多多見諒。第二早起6點成立以及應變小組，由電力甲機務單位全力搶修，暫時以單線雙向方式通行，地蘇路南上北列車延誤，這車的上班族甲學生囡仔往那不滿。然後也有學生，很多學生在那邊等，然後我們在等，他說為什麼沒有車？因為我平常是要搭7點24，對，然後那一班停開，然後就要等現在這班2124。然後2124呢，現在又延誤。台鐵表示，駛怪手的是外包廠商人員，好親像操作無適當關家平，唔知冰車。鐵基路雖然無受損，不過現場吊掛救援難度懸，一直到下晡2:40分才全線搶通。因為我們要吊掛的時候呢，也必須要雙線都進攻才有辦法作業了。電車線要先鬆開來，不然我沒辦法吊，再把它那個拉進來。5日這連假前一天出狀況，台鐵統計事故的搶修，攏總造成德南到苗栗14列次停開。受事故影響的旅客一年來攏會當去車站辦理退票，而且免收手續費，營運的損失會向廠商求償。記者採訪報道。